伫咧和平公园或者是桥骹，常常看到民众伫遐乌白乱画。为了要提供这个街头艺术家合法的创作环境，新北市高潭厝伫咧邦桥、花岗桥骹，也有永和博爱路桥，设2大合法作弊的区域。另外，这环保局也要提醒讲，若准伫咧不适当的所在乱做，相关会罚6000块。伫邦桥的花岗桥骹出现过身家人彭大东的图，这是街头艺术家 Philip 的作品。伊讲，因为伊真怀念彭大东，暗时下班了后来到会当合法作弊的所在，把伊怀念的歌手画出来。得知他过世的消息，然后一直没办法接受，然后连续听了2天他新专辑的音乐歌词的意境去创作这一幅。我想这次具有一些话题性的一些作品啊，基本上高潭厝这边呢会尊重原创作者的理念，暂时不会主动安排涂销。除了彭大东的创作以外，规个半画边拢有侪创意。新北市高潭厝表示，考虑到真侪民众伫咧半画条仔乱画，所以专工设2个合法的作弊区，分别伫咧邦桥的花岗桥和永和的博爱路桥，提供民众发挥创意。目前是开放一般民众都可以去做涂鸦。那涂鸦专区内如果说有一些不雅的文字，或者是具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图案啊，我们会主动安排清楚。若甲镜头刷去另外一边的条仔，会当发现真侪人乌白画。新北市环保局提醒，若是伫咧无合法的所在乱画，是会互人以违法废弃物清理法罚12块至6000块。记者狄阿选柯明哲新北报道。